請想象一下，當你終於考上了理想 planning 的大學，獲得了夢寐以求獲的晉升，或者實現了買房的夢想，那感覺一定很心曠神怡吧。但奇怪的是，那種喜悅往往比預想的要短暫，一種虛無感襲來，讓你不禁想，難道這就是全部嗎？這是因為成就帶來的喜悅無法完全填補我們靈魂的渴望。以色列百姓推倒了堅不可摧的耶利哥城，並完美征服了曾讓他們慘遭失敗的艾城。這本該是舉行慶典、分配土地、安歇休息的時候。然而，以色列百姓並沒有沉溺於勝利的喜悅，而是立即前往以巴路山。在那裡，他們築壇敬拜。他們沒有以戰爭的勝利告終，而是開始向賜予勝利的神尋求本質。約書亞記8:30-35，他們獻祭，希伯來語祭拔。這不僅意味着宰殺祭物，還含有舉行慶典、重整價值觀的意義。這是成功後的自我客觀化，承認這場勝利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神所賜予的。在成功的頂峰進行的敬拜，是宣告我不是生命的主人的高尚謙卑。如果沒有這種告白，我們即使成功了也會感到虛空，或者因成功而變得該傲，最終走向毀滅。有一位贏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勝利，在咒詛的十字架上，耶穌大聲喊着說：成了。在世人眼中，這看起來像是失敗，但實際上，這是對戰勝罪惡、死亡以及壓迫我們的所有黑暗勢力的最終勝利的宣告。耶穌代替我們承擔了所有的咒詛，使我們現在可以隨時來到神面前敬拜。加拉太書3:13，我們在成就之後感受到的那種虛空，那種這就結束了嗎的空虛，只能由耶穌完成的愛來填滿。真正勝利的據點不是成就感，而是敬拜。敬拜就像是完成我們人生成功的最後一塊拼圖。當我們住在耶穌基督裡時，我們就能克服成功後的虛空。世界說站在頂峰時享受吧，但福音說站在頂峰時回到本質。一個擁有站在話語面前調整人生方向習慣的人，絕不會輕易倒下。如果你在耶穌基督裡，那份成功就不會以虛空告終，而會成為更加豐盛的人生。